嗨，大家好，我是坦平说，带来一下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2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09天，也是乌克兰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14天。根据这个英国媒体报道他说11月20号，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总统府疗养院附近一处地下指挥所遭到12枚英国援乌风暴阴影导弹袭击，造成包括列宁格勒军区第一副司令叫瓦列里·索洛德丘克中将在内的18名俄军中高级军官死亡，33名俄罗斯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死亡，另外还有3名朝鲜高级军官死亡，500名中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死亡。这个外媒还报道这个援俄朝军总指挥朝鲜第11军团军团长金英福上将也在这次袭击中毙命。如果消息属实的话这应该是在俄乌战争中阵亡最高阶的将领，也是朝鲜叫出师未捷身先死朝鲜的上将在库尔斯克的地堡里化作乌有。大家都知道1月20号美国总统这个特朗普要就位宣誓就职，地堡老人迫切的希望在1月22号之前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但是目前看这个地堡老人的愿望已经落空。实际上俄罗斯已经输了。库尔斯克方向一开始说是10月1号赶出乌军，后来10月15号发动这个总攻要一鼓作气，对吧？剿灭乌军。当时普京总统在那个金砖国家峰会上信誓旦旦的告诉参会的这些其他国家领导人说，乌军有一支部队几千人被俄军包围。可悲的是这些乌军都不知道自己被包围了。后来又说乌军有3万人东部战线被包围。时间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现在已经不提这一茬了白不提黑不提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俄罗斯人已经完全没辙了，对吧？但凡有一点点办法，对吧？以这个俄罗斯国防部这个行事风格那肯定是大输特输更加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俄罗斯已经到了要依赖朝鲜军队的程度。大家还记得吧？刚开战的时候是吹车臣的武装，这些黄俄把车臣武装这个吹上了天，车臣出征寸草不生。结果呢，车臣的这些所谓的特种部队到了乌克兰战场变成了治安部队，负责在后方扶老奶奶过马路，负责搞这个俄乌亲善，对吧？给这个乌克兰当地的居民送点粮食、米面粮油面包，拍一拍照片，发一发抖音，要么就是在前线离前线很远的地方搞那个 RPG 5连发，最后还是当了督战队，让俄罗斯的逃兵寸草不生。但是现在你看看，车臣武装也不吹了，老实了，所以现在开始吹这个朝鲜特种部队。这个红军村方向8月份的时候就说俄军离红军村只有3公里，现在呢3-4个月过去了又不提了。现在冬天到了越来越冷。以前俄罗斯天天吹没有俄罗斯的天然气，欧洲那都要冻死这个欧洲开始到处囤这个木头取暖。结果呢3年过去了也没听说一例说欧洲冻死人的。就最让人不耻的或者是叫嘲笑的就是俄罗斯的这个5夫1娃1金天天画红线，这个红线多到可以变成地毯，一说越红线踩了红线就要扔煤气罐。结果呢现在这个红线一退再退。加特老师他认为俄军民意之师打仗太文明太仁慈。加特老师有一次批评这个俄罗斯叫妇人之仁，说打仗哪有这么打的，打仗上来就是先打他的电，打他的水，打他的网络，让他民不聊生这才叫打仗。你说普京打的什么仗？到现在还没有把他电厂给炸掉。这是加特老师的原话。到现在我还经常看到黄俄留言说什么乌克兰不行了，乌克兰不行了，那怎么从基辅保卫战，对吧？这个一字长蛇阵，钢铁洪流，现在反过来变成库尔斯克保卫战，这怎么叫乌克兰不行了呢？黑海舰队现在猫在哪儿呢？地堡老人搞了一个叫帧数超音速导弹吓唬这个美西方，结果现在据媒体揭露那个帧数超音速那个中程导弹没有装弹头，怪不得只是把那个屋顶炸了一个洞，还是怕呀？到底谁害怕呀？常规弹头都不敢放，就不要说核弹了。而乌克兰呢，对吧？人家根本就无视这个5夫1娃一次又一次的讹诈、核威胁，人家该炸炸，该打打。乌克兰空军战机继续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实施击行动，这都派飞机带着这个风暴阴影，还有法国的斯卡普巡航导弹，直接飞到俄罗斯境内轰炸。这个网上有很多视频
频啊，一架乌克兰米格29战斗机向俄罗斯控制的2座房屋投下2枚法国提供的精确制导这个叫锤子炸弹，这增程炸弹，顿时啊这2栋房子就归于平地，里面的俄军呢就化为乌有。这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叫巴杰列维奇少将说啊，他说在库尔斯克方向，俄乌两军的损失之比高达7:1，这意味着在俄罗斯如果有1名乌军士兵倒下，就有7名俄军被打死。根据这个经济学人援引乌军情报来源报道称说俄罗斯军队正集结13万人准备进攻距离前线约30公里的扎波罗热市，但具体行动时间不太清楚。俄军原本早就想发起这次进攻，但乌军进入库尔斯克后打乱了俄军的计划，同时在顿涅茨克的进攻也消耗了俄军大量力和资源。这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谢尔斯基说乌军将发起新一轮反攻。他说我们必须阻止敌人，但是如果乌军只进行防御，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我们必须掌握主动权，实时发起反击。但之前我们已经这样做了，现在我们也将这样做。这个俄罗斯的电视台报道说这个有2名朝鲜士兵被这个库尔斯克警方这个通缉。那这2名朝鲜士兵是来帮助俄罗斯人打仗的，怎么还被库尔斯克警方通缉呢？根据这个电视台报道说这2名朝鲜士兵恐怕是在这个库尔斯克之后到了俄罗斯之后吃得太饱，饱暖思淫欲然后上那个成人网站看的，然后就开始涉嫌骚扰俄罗斯的少女，要跟俄罗斯的少女裸聊，可见他真是饱暖思淫欲现在被库尔斯克警方通缉。咱们以前就说过了这个朝鲜士兵到了俄罗斯之后，到底是能不能帮助俄军，还是帮倒忙，还是添乱，还是给俄罗斯的后勤本来就不堪重负，然后也增加负担，因为他们吃的更多当然这个乌军不仅在库尔斯克加大了这个轰炸力度，在其他地方也没闲着。据报道，乌克兰轰炸了克里米亚被占领了塞瓦斯托波尔的贝尔贝克机场。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称，约有40架无人机、海王星导弹和不明弹道导弹参与其中。据称，俄罗斯防空部队在黑海和克里米亚上空击落了25架无人机。这个乌军用这个海王星导弹和美西方提供的这个巡航导弹，对这个克里米亚重要的军事基地进行了这个混合打击。据说还使用了经过改战的 S-200防空导弹来攻击地面目标。泽连斯基前不久还说克里米亚要通过谈判来收复。我当时就认为这个泽连斯基恐怕是放烟雾弹的。如果说要谈判收复克里米亚，那乌军就没有必要浪费资源去轰炸克里米亚的目标。现在乌军打击克里米亚的这机场雷达，实际上就要压制它，很有可能就要炸这个克里米亚大桥。在特朗普上台之前把克里米亚大桥炸掉，这个对乌军，希望这个乌军要抓住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如果在特朗普上台之前，你把克里米亚大桥炸掉，彻底摧毁，那么对俄罗斯来说他没有办法，不敢升级战争，他没有脾气。因为相比较库尔斯克那克里米亚那更是有争议也就是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对吧？包括大国在内，都现在还承认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如果把克里米亚大桥炸掉，那么特朗普上台以后他如果强迫乌克兰停火可以那就谈判可能时间很长，非常漫长，对吧？谈到特朗普下台，这个美国一换人，这个又变天。这4年里面，这个乌克兰恐怕在欧盟帮助之下更加壮大，到时候完全可以对克里米亚以及这个乌东叫徐徐图之。特朗普上台以后再炸就不太合适了，变数太大。再说了，克里米亚大桥炸过，所以把它彻底摧毁没毛病。这样的话，以后克里米亚就变成俄罗斯的一个盲肠，就那个地方的后勤补给是最难的、最麻烦乌军在稍加围困克里米亚的俄军，战自乱。前不久这个乌军用8枚还是10枚风暴阴影导弹摧毁了库尔斯克的俄军的一个 S-400防空阵地。现在有军事博主说乌军是怎么发现这个 S-400防空阵地的呢？大家看视频，原来是 S-400这个防空系统的一个操作员他实在无聊，所以他在那儿拍这个短视频，也学这个车臣的抖音部队他也发 TikTok， 发点这个叫日常来解解闷，然后他也分享了自己的位置，所以这个被乌军抓住了，锁定位置，然后这个风暴阴影就如期而至上门拜访。根据外媒报道说
说有5名这个 S-400的这个操作人员弹铲身亡，恐怕这一名UP主这名士兵也已经成为耗材了。这下不无聊了。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当地时间11月26号，根据这个《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白宫决策部门再次准备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投下震撼弹。什么震撼弹呢？说《纽约时报》援引匿名白宫公务员暗示说，美方将在白宫权力交接前将战术核弹转交给乌克兰军队。据这些消息来源称，白宫安全和决策机构在协商中已经将战术核武器的使用纳入俄乌冲突可能的范畴内考虑。也就是说乌克兰军队将得到战术核武器，用来对俄罗斯形成强大的威慑作用。当地时间10月2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记者说这些人的论点完全是不负责任的，他们对现实缺乏了解，在发表这样的言论时，他们没有一丝责任感。我们还注意到，所有这些言论都是匿名的，这个就是强盗逻辑什么叫强盗逻辑？就是他可以盘核按钮，他可以举着这个煤气罐天天恐吓全世界，但是你乌克兰要是有核武器那就不行，那是不负责任的。你说这叫什么逻辑？这就是强盗逻辑这个北约说现在正在讨论对俄罗斯进行先发制人的精确打击。这个是北约的什么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海军上将表示，北大西洋联盟国家正在考虑在发生武装冲突时对俄罗斯发动预防性打击的可能。俄新社报道鲍尔表示，这一举措被视为俄罗斯对北约国家发动武装袭击时的应对措施。这个北约的议会还要求向乌克兰提供射程在1000公里到5500公里之间的中程，也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胜利计划中要求的战斧巡航导弹。什么叫温水煮青蛙这就叫温水煮青蛙，对吧？要完了这个300公里的导弹，开始要解禁这些导弹，也就是这些导弹可以打俄罗斯本土，能够打到俄罗斯本土了，他现在又要1000公里到5500公里的导弹。你看这就是温水煮青蛙。所以最后如果美国同意给乌克兰战术核武器，这恐怕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也毕竟美国、英国、法国违约在先，因为他们没能保护乌克兰。乌克兰是放弃核武器换取他们的保护的，那现在乌克兰在挨揍，他们一个都不出兵，对吧？给点武器还抠抠缩缩的，那最后人家恢复核武器也是理所当然，情理之中11月26号消息，美国国务院部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和7国集团正在完成从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中向乌克兰拨款500亿美元的程序。这够狠的又来500亿美元。拜登总统已请求国会再向乌克兰提供240亿美元援助。根据这个美国媒体报道他说其中80亿美元用于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为美国公司向基辅提供武器合同提供资金，160亿美元用于补充美国武器库存。乌克兰获得世界银行48亿美元资金支持，据悉为该行史上对乌最大投资项目。这个捷克的情报局局长说他说如果乌克兰同意坏和平，也就是领土换和平，俄罗斯将在10到15年内攻击欧洲。这个恐怕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绥靖换来的肯定是更大规模的这个入侵。面对美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越来越升级加码，这个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将进行报复。当地时间27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乌克兰竟敢使用西方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袭击俄罗斯本土，俄罗斯将对此进行报复。还有这个11月27号消息说俄罗斯的外长叫里亚布科夫发表声明称，承认美国和北约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的正式参与者的时刻即将到来。他说，除了承认美国和北约是俄乌冲突全面参与者之外，别无选择的时刻即将到来。里亚布科夫强调西方国家抱有俄罗斯能遭受战略失败的幻想。他表示，核大国是无法被击败的。这个俄罗斯外交部的这个部长拉夫罗夫、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对吧，都发出明确的信号。就是里亚布科夫说他们是马上就承认美国和北约已经参战了。然后拉夫罗夫说俄罗斯马上就要报复了，但你倒是报复天天喊有什么用这红线又往后移。核大国是无法被击败的，很多黄俄也是这观点。苏联是不是核大国不比俄罗斯强吗？他是怎么败的？核大国无法击败，那是可以拖垮呀。现在是双管齐下，一边拖俄罗斯拖垮，一边还要打击它。前苏联时期除了二战以前，对吧？二战以后，苏联本土没有遭到任何国家打击，纯粹被拖垮的。那这次俄罗斯呢？大家看一看，不仅拖它，
而且在库尔斯克，在什么俄罗斯境内四处开花，乌军已经进入库尔斯克，也就是说他现在是双管齐下，一边拖他，一边还打他，这俄罗斯他能不垮吗？那些黄俄啊，老认为这个俄罗斯有个核弹别在裤腰带上，他就能穷恨，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你想一想，那个苏联怎么解体？苏联连美国都怕，你说俄罗斯美国怕吗？美国啊不拿正眼看俄罗斯，援助乌克兰现在哪儿到哪儿给的都是过时武器，就已经把这个俄罗斯吊打。俄罗斯国内现在已经叫乱象丛生，俄罗斯的金融啊恐怕很快就要垮，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来的要快。首先是啊，俄罗斯的股市已经断崖式下跌，叫俯冲式下跌，就像那个苏5·7啊表演那个落叶飘一样，就那么个下跌。实际上就俄罗斯的股市啊已经出现崩盘的迹象，一定是俄罗斯的这个资本呢已经嗅到什么味道了。俄罗斯人更了解俄罗斯，他们国内发生什么事了，要不然他不会啊，他这个股市暴跌。如果说股市暴跌啊，对吧？你还可以找理由，但是俄罗斯的汇市啊，那是跌得更快。它现在官方啊汇率已经到了113卢布换1美元，这是官方汇率。即便这个啊，俄罗斯央行宣布暂停货币购买，自11月28日起至2024年年底暂停货币购买，这个外汇操作暂停，说明俄罗斯央行财政部开始干预。俄罗斯的外汇市场现在是动荡不安，没有办法，只能暂停，缓解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个动荡。黑市啊已经是600卢布1美金，贬值太快了，所以只好啊暂停。这个跟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啊，就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在内的这个俄罗斯银行实施制裁有很大的关系，卢布大幅下跌。它这个新的制裁主要是针对外汇流入俄罗斯的一个渠道给它掐断了。俄罗斯面临日益严重的外汇短缺，对吧？这个进一步加剧它的经济压力。大国啊，有人跟俄罗斯做生意，现在就是酸爽。我记得在1个月前吧，对吧？就建议啊那些中国人呢跟俄罗斯做生意的赶紧把钱结回来，不玩了。现在你看汇率跌这么低，怎么弄啊？卢布疯狂贬值，虽然它这个利率啊是21%，但是它贬值这么快，你存1年就是21%的利息，有什么用呢？更大的这个贬值还在后面。昨天土耳其想从俄罗斯买气再卖到欧洲，就是因为没有办法付美元，不能用美元交易，所以俄罗斯要土耳其要跟美国去办。现在呢，由于乌克兰拒绝续签协议，俄罗斯的天然气明年将不能通过乌克兰输送到欧洲，特别是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根据媒体报道啊，目前俄罗斯通过乌克兰的这个管道输送的这个天然气啊，它的过路费1年就10亿美金，但是乌克兰不要这10亿美金，他就不让你从这过。俄罗斯天然气股份公司啊，虽然多次表明啊愿意向乌克兰支付更高的价格，也就是说涨价，就是过路费涨价，维持天然气输送，但是乌克兰就是不答应。所以这个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啊，遭受种种打击之后啊，又被美国制裁，所以它的股价跌至历史低点，现在的交易价格好像不到1美元。克里姆林宫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月27日星期三回答关于美元对卢布汇率大幅上涨的问题，他向记者反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啊，你用什么货币获得工资？这些俄罗斯的记者啊，本来关心对吧，这个卢布的汇率，卢布贬值，结果佩斯科夫啊说，你工资发的是什么？当然发的卢布啊，你花卢布就完了，你又不是花美金。言下之意啊，就是卢布怎么贬值根本不影响俄罗斯人，因为你的工资就是卢布。所以说啊，这个俄罗斯人这个脑回路啊，你没法理解。卢布大幅度贬值居然不影响俄罗斯人生活。最后我们再看看啊，这个俄罗斯啊临死之前啊，恐怕还是想拖一个垫背的，对吧？也不想让这个某个大国啊好过。11月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一次大会上啊发表讲话，他说啊，俄罗斯与大国的合作，俄中关系正在稳步发展，以及俄中地方合作的潜力具有广阔前景。11月27号，塔斯社报道说，俄印合资企业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正与越南、印尼和阿联酋讨论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的供应事宜。该公司联合总监马克西切夫表示啊，我们正在印尼、越南和阿联酋接洽，这些国家是最先表露出兴趣。布拉莫斯导弹是由俄罗斯机械制造科研生产联合体和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共同研发。菲律宾是首个外国客户。这个布拉莫斯啊是超
超音速巡航导弹，专门用来打击这个军舰和航母。我也不知道这个越南和印尼啊，他买这个导弹是要打美军吗？是要打这个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吗？这个不太好理解啊。反正菲律宾他买这个导弹，对吧？就是说装备一个旅啊，好几个营的导弹。菲律宾是不是也是打美国的军舰呢？不太清楚。也就是说，这个俄罗斯人呢，为什么围绕着大国这些武器呢？这些黄俄怎么解释？黄俄只能说啊，这些武器啊，到时候发射完之后都不归这些国家管，他们已经自动锁定美国的航母，就是你不管它瞄准着谁，你只要按键按下去，人家自动的啊就奔着美国的航母去了。你要这么解释，那也说得过去。这还没完呢，根据这个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报道啊，说中国货轮涉嫌故意脱锚100海里，以切断波罗的海关栏。了解调查情况的人士称，对船锚和船体的检查显示，船体受到的损坏与脱锚和关栏断裂相符。这艘大国货轮在国际水域被欧洲军舰包围已经长达1周，正在配合调查波罗的海海底关栏断裂事件。他们调查的重点是这艘大国船的船长是否在俄罗斯情报部门的诱导下实施了破坏活动。这个大国的船的船长恰恰是一名俄罗斯人。参与此案的一位欧洲高级调查员表示，船长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他的船掉锚脱锚，导致船减速慢数小时，并在途中切断关栏。在此期间，船只的应答器关闭。调查人员查看的卫星和其他数据显示，尽管脱锚大大降低了船速，船只仍继续航行。多名西方执法和情报官员表示，他们不认为大国参与了这件事件，但怀疑俄罗斯情报机构是此次破坏事件的幕后黑手。这个波罗的海关栏是从德国通到什么瑞典、芬兰的吧？你说这个俄罗斯人多坏，你搞个俄罗斯的船就拖，对吧？你搞个印度的船就拖，你为什么用大国的船去拖呢？而且这个正好这个船长就是个俄罗斯人，这不就是想嫁祸给大国吗？所以你看看啊，这个俄罗斯虽然他已经奄奄一息啊，深陷泥塘，但是他还是不忘，念念不忘要把这个邻国啊拖下水。当然了，这个黄俄啊对这些都是不在乎，俄爹虐我千百遍，我对俄爹如初恋。只不过啊，可惜的是地保老人时日无多了，照这么下去也坚持不了多久，俄罗斯国内金融市场马上就要动乱，叫动荡不安。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